保守精生，文姑娘记的。伫大英国有设一个会，意思是爱保守照顾特定号的画面，亲像禽兽、精生、通拖遐个类。集会的人着出力尽伊的本分。若看人较残忍，无啥事拍伊的马，还是安怎样伤害灵智小可的物，着连边去报一个官，互伊通责罚迄个人。因也着好方法来教示囡仔，互因对细汉知影保守活命的。这号会真正是好，毋若英国遐个大官有名声的做会友。阮的女王60多年的中间，也有体贴这个意思，煞来地银帮赞因的所费。可惜这边的人拢无这号会，也袂晓对中，好款待因的精生。看见马，不论互人骑的，还是拖车，因较济食无饱，产眼歹看，有诶勉强伊着磨过头，直到病痛煞死。所毋知的狗仔，还是猫仔囝，当因拄仔出世，若做一个共事，也是较好的法度。总是因无，反倒放迄角伫路边，互伊腰寒有哪拖到死，也无人怜悯体贴伊的艰苦。饲狗的人也毋捌想伊的关系，因狗坐坐逐日食无饱，爱四界偷食，则在别人用刀伤伊，还是蓝衫讲、蓝衫掂，有诶半死半活。身躯全是骨无肉，可怜迄号狗，伊的主人拢无怜悯，互伊食。若是野狗安尼，顾不将，着四界去找食来止饥，互伊的腹肚饱。看猪也是可伤，若是人爱卖一两只伫外庄，较常用残忍的法度，就是把伊的骹掠倒掉，关伊去。但恁通拍算，这套款真正毋好。猪互人安尼关，袂免得头昏目暗，通身躯艰苦真忝，互日晒喙焦，也无人要甲伊讨，将水互伊啉。人要杀鸡要活，也捌甲伊踹门。迄号恶毒的法度，阁有捌看爸母调故意将活的物。互伊的囡仔来佚佗，欺人、糟蹋、陷害。囡仔也捌掠鸟鼠仔，将一条绳仔吊伫放，互伊走一个，就搁拖倒转。鸟鼠惊到要死，总是囡仔袂晓得，简单掠做好佚佗的事，也拢无怜悯伊的艰苦。田鸭、金龟也是安尼，长失落骹袂去讨食，无偌久就死，这拢是毋好。因为囡仔若细汉安尼惯势，大汉稳当较硬心、较残忍。我顶面所写是要紧的事，所以大望教会的兄弟姊妹欢喜受苦劝，也伫世俗人的中间通做好模样，煞这法度来教示因的囝。照世俗所流传，人若调故意拍死猫，还是狗，就讲会甲人讨命。其实无影，若毋是就着连边互伊死较好，的确毋通互伊有哪拖命，苦楚到死。论到遐的精生以及赤鸟仔、通拖，我爱记2项。头一项，因拢是上帝所创造的物。也是伊所保守，所以特定号的画面，人着疼惜，好款待。若无，敢毋是大大得罪上帝？搁一项，遐个物平平在腰，在胯，在痛痛，拄拄亲像人一样。
虽然因真有知识，抑久袂晓讲话，所在人甲伊讲害伊，互伊枵过，因无权通阻止，也袂得通讲起伊的艰苦。若是安尼，人就搁较细致、较软心，会晓体贴因的软弱。